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当这啊是一年内面日时上短、暗时上长的一天啊。有真侪国家拢会伫当这一天啊，有特别的庆祝活动哦。通来庆祝啊，暗时上长的时间已经过去啊，刷落来啊，出日的时间就会慢慢啊变长咯。有迄种啊上黑暗、上辛苦的时间已经过啊，迄种意义啊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？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啊，咱台湾和当这有关系的风俗。先说来看相关的台语词安怎讲。那讲到当这啊，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拢是食圆啊这件代志咯。咱当这咧食圆啊，有分咸的和甜的两种。咸的啊，包肉较大粒啊，伊啊先甲油葱酥、虾皮啊，和浸好较嫩以后的香菇做伙甲炒好芳啊。过来掺水落去，做伙互这个料滚。另外啦，佮用另外一点水来撒圆啊。等圆啊撒好浮起来啊，就甲圆啊和去另外一卡有料的迄卡汤啊，掺寡冬蚵啊、关火三盐啦，安尼啊，就会当煮出一卡真好食的咸圆啊咯。啊，那甜的圆啊，有红的和白两色啊。一般啊，咱会甲两种色的圆啊做伙淋落去煮啊，安尼啊水阁好看。人讲啊，圆啊圆圆阁甜甜，平安幸福感谢天啊。当这只圆啊，唔那好食哦，也有团圆感恩的意思了。但除了圆啊，当这阁有啥物下时的物产呢？其实啊，咱若即马去菜市啊踅踅咧，就会看到啊，迄鱼仔蛋拢咧卖乌鱼哦。人讲啊，当这乌较好食过猪骹裤啊，当这煎后的乌鱼啊，上肥上好食。若是炒即马当着时的酸啊，变成乌鱼炒酸啊啦，迄气味啊，实在有够赞。另外啊，人讲金光强强滚，乌鱼炒米粉啊，乌鱼炒米粉也是乌鱼去煮米粉汤，啊，拢是当年啊，敢若这段时间才食会到的好滋味哦。其他和当这有关系的俗语啊，佮有当这乌过年酥。这讲的当这乌和顶一段讲的乌鱼完全无关系哦。这乌是咧讲天气乌寒啦。意思是讲啊，当这和过年的天气倒变，那阵啊，当这的天气乌阴乌阴，安尼啊，过年就会出日；啊，若是当这出日咧，安尼过年的天气就会较无遐好咯。那后面这种情形，后人会讲是当这酥过年乌。虽然啊，现代气象研究已经说明啊，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啊，但是这也代表古早人对天气的一种观察。但当这伫真侪国家也有庆祝活动啊，亲像伫北欧的瑞典，因甲当这叫做圣罗西亚节。伫迄日啊，瑞典的查某囡仔会打扮做圣多罗西亚的模样啊，身穿白色的长衫，头戴金黄色的蜡烛花冠啊，规定人做伙游街。啊，那伫伊朗的所在啊，伫当这时，民众会准备红色的水果，像射流啦、西瓜啦，用这红色啊代表日头要出来之前，迄天边的深红色啊，来庆祝讲啊天总算是要光咯。世界其他大部分的国家啊，拢会有家己无共的当这庆祝活动哦。但当这伫台湾是代表团圆，代表感恩。啊！伫另外一寡国家是代表光明正义黑暗，各国的文化拢无同，总是啊，大家做伙拢咧庆祝当这，安尼是毋是真趣味咧？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